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阿摩司书第3章第9节到第4章第5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偏见。每个人都会有偏见，但是要放下偏见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，但这同时也是基督徒所应当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因为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，并且要求我们这样做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：你们有听过这样的教导，应当要爱你的邻舍，怨恨你的敌人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应当要爱你的仇敌，替迫害你们的人祷告，这样你们才能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女，因为他让太阳出来照好人也照坏人，他也同时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因为你们若只有爱那一些你们所爱的人，有什么报偿呢？岂不知道那一些税吏也这样做吗？你们若只有对自己的兄弟或是姐妹请安，这样有什么比别人特别的呢？不是那些外邦人也如此做吗？既然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，你们也当要完全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43到48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基督他提到，基督徒不但是要爱邻舍，更要进一步的爱仇敌。对于那一些仇敌，我们所不喜欢的人，我们不能抱持着偏见，应当要一视同仁。昨天在主日信息当中，牧师提到了类似的情况，盼望上帝也成为那我们所不喜欢，或是说我们的仇敌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有的态度。雅各告诉基督徒，他说：我的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你们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就不可凭着人的外表，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人。假定有一个有钱人，他戴金戒指，穿着华丽的衣服，来到你们聚会的地方，同时又有一个衣着破烂的穷人也来了。你要是对那个穿华丽衣服的人特别客气，对他说请上座，却对那个穷人说站在一边，或是说坐在我的脚凳旁，你就是偏心，就是恶意，歧视人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听，上帝拣选世上的穷人，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，又让他们承受他应许给爱他的人的新国度。
你们竟侮辱穷人。其实欺压你们，把你们拉去见官的，正是这般有钱人。毁谤你们所领受那尊贵名称的，也就是他们。这是初代教会的问题，也在那个时候呢，也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雅各就写信来劝勉他们，不可以凭着人的外表而有所偏见。特别对那些衣着破烂的这个穷人，事实上偏见很多时候是双向的。许多人对基督徒也有偏见，那么基督徒又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些有偏见的人呢？就像教会老街占用的人，他们对教会也有很深的偏见。有一些未信的人对基督信仰也有偏见，他们认为基督徒就是要拉人进教会，然后教导人不要尊敬孝敬家中的长辈，只因为是基督徒的信仰强调不拜偶像，就是不祭祖。不久前有人在 YouTube 里面留言说，如果能够耶稣自己能够证明他是上帝，我就信他。基本上有这样的偏见的人，要让他来信主，其实是非常难的了不要对人有偏见，然后怎么样用好的生命态度来面对对我们有偏见的人，这两方面的功课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。不持有偏见的对待人，以及如何以健康的态度来面对偏见，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先知阿摩斯所预言的状况，上帝审判临到了撒玛利亚，也临到了以色列。如同圣经也说，上帝不偏待人，上帝以他的准绳，他的标准来判断外邦的撒玛利亚人，也用来衡量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他的选民。所有离开他道路的，上帝必要惩罚，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或是以色列人。在昨天主日的信息当中，经文阿摩斯牧师引用的这个经文阿摩斯书第7章第7到第9节，经文这样说到，你又让我看到一个异象，主的手提着锤绳，站在照着锤绳所盖的墙的上面。上帝对我说：“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看见锤绳。”主说：“我要用锤绳量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我不会放他们甘休。以撒的山头会荒废，以色列的圣所会荒废。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王朝。”这个锤绳是用来丈量以色列人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的真道，就如同一面歪斜的围墙一样。因此，耶稣基督也要求我们要学习如同上帝的做法，要我们不偏待人，要我们心中没有偏见。这样的标准，这样的一个准则，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，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，更像上帝。诗篇第7篇，
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不让他们像狮子抓住我，把我撕成碎片，无人能够救援我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若有什么不义，双手沾染罪污，对朋友恩将仇报，纵容无故对我行凶的敌人，也就让仇敌追赶我，擒获我，让他砍倒我，杀死我，使我倒闭在尘土中。上主啊，求你奋起，在烈怒下打击我的仇敌，求你起来帮助我，因为正义是你的要求。愿万民都围绕着你，愿你掌权统治他们。上帝啊，你要审判万民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我无辜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审查人的心肠肺腑，求你阻止邪恶者的恶行，奖赏广行善事的人。上帝是保护我的盾牌，他拯救胸怀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日夜惩罚作恶的人。他们若不悔改，上帝就要磨快他的剑。他弯曲搭箭，预备好致命的武器，要发射燃烧着的箭。邪恶人的图谋恶事，他们制造纷扰，惯行诈欺，他们挖了坑要陷害别人，自己反而掉进去。他们要因自己的邪恶被惩罚，因自己的暴行受伤害。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颂扬至高者的尊名。感谢上帝让我们得到救恩，成为你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模样，不以自我的偏见来看人，来对待人。求上帝帮助我们以上帝的爱来爱人、助人，使人蒙福得益处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圣名求，阿们。